13号上午，台南市长会特来到迪卡市的市长古迹湾台南公园管理所进行修复工程的动土典礼。台南公园有真侪台南的历史记忆，管理所使用西洋式的建筑风格，不论是咧建筑的风格，或者是伫台南的历史，拢有真特别的意义。透过市长、各议员、各现场的贵宾，做伙来启动动土的仪式，祈求平安顺利。然后感谢中央补助了1380的经费，台南市政府出了920的经费，然后能够在190万来标出去，希望说能够顺利。工期是540个日历天，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早一点，因为它大致上都勘察过了。刚刚建筑师已经大致上描述过将来的样貌与修复的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修复之后，能够恢复它往日的荣光，能够再次成为台南公园里面的一个漂亮而且非常具有意义跟价值的亮点。那也期待感教授还有各位议员，大家一起来这个实时来关注这个修复的工程。那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管理所在其他各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或者稍微后面的，像台中公园或者其他公园我看都还没有找到这么漂亮的管理所，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管理所将来修复后，一定可以成为另一个漂亮的地方。那也是最近1个月来，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所辖文资处所管辖的第4处的古迹修复的一个动工。那这一栋已经有105年的一个历史，可以说是跟整个台南公园在日治时期新建的时候就同时开始兴建，作为整个公园的一个管理所。那过去的日治时期的公园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空间，所以变成这个地方的管理所有一点是治安管理维护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经过了100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其实有很多的空间已经受损，那甚至过去有多次的一些局部的修补，那有些状况也跟原本的日治时期的整个建筑的形貌也有一些改变，譬如说老虎窗的一个意思啦，那包括一些新旧建材的一个交叠的部分，所以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都会一并的把它加以修复，让它恢复早期日治时期的管理所这样子的一个面貌。湾台南公园管理所是日治时期由日本政府向当时台南在地新书募款建造台南公园的时阵做伙建造。这摆修复工程用新台票2300万，文化部补助6成的经费1380万，工期为期540个工作日，预计在2023年的10月会完工。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